这武则天去盘会，任何的把天心的人被捕下来。哦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其实这句话重点不是讲这个所在，刚就直接讲给啥话？我今见，请问你见到什么？请问你闻到什么？请问你得到什么？请问你要受什么？这句话我今我今日我今见闻得，你要是什么物件？所以你这些后面讲挽盖、愿解、愿解，这个挽盖意思就是什么样？他还没证悟。虽然一些事物概念里内底当中，他们还没证到见闻得受持，但是希望讲挽盖，我会当了解如来是义，如来是义，你伫见的内底，你伫闻的内底，你伫觉的内底，你要受持什么物件？这物件你慢慢里面啊了解如来是义，见而无见，见法界；闻而无闻，闻法界；受闻而无闻，闻法界；得而无得，得法界。毋是无哦，你听好，有见，毋是等于无见哦。这个题，同个，大米，你看到哪？你看到大米尔嘛？你有看到水有无？看到白水有无？泡茶，你看到哪？茶尔嘛？你看到茶尔嘛？你敢看到？你敢看到伊的实义？伊的实义，它的实义，伊的实义啊，实义就是咧讲水嘛。水这个本属，这个本源就是水嘛。你看到伊的实义，伊个实义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不变的东西嘛。但是咱这个看到哪？拢看到表象，无看到真相。较早百丈禅师无句话安怎讲？玉帝为圣义，观世间的因缘，因缘欲至，于理始终。玉帝为圣义，这个圣义的不个实义，但是那个观世间的因缘，你怎么看到这实义无可能？因为你要开悟。你今日若开悟，自言自言，唔免来讲啊，咱来讲啊，迄种恶啊，三四五六，迄种毋是迄个实义，迄毋是真正实义。我想讲，当你一暗时咧困的时阵，人咧问讲，上点是你昨暝几点困？上点是我10点困，20点就困。伊一早10点才有困，我讲你几点爬的？我6点爬的。你已经6点以前爬，伊你早6点嘛？安尼听无？你讲你对意味，对迄个无我到要有我之前去讲迄个实义，你都还没，你无一个啦，无一个，你这个念，它是清净念，它没有一个分别在里面。你昨日那个，我昨暝困一下，困一醒，困一个足舒服的吼，我一醒到天光吼。我怎做好困的吼？啊，你昨暝啊嘛规暝啊吼？啊，你昨暝啊12点，吼，人咧卖碗粿，2点就拜早，吼，咧卖什么的时阵啊？咧卖老面啊，规暝啊叫规暝，咧跳规暝，你会愈困愈艰苦咧。啥叫我规暝？你人咧花语训练你啦，啊，人咧花人打困会记你死啦，你是困袂记你做咧讲花规暝，是咱家己的问题，因为啊，你没有入到迄个实义的内底，你阿个落去啊，落去闻，你阿个落去闻，落去闻，你还没有闻而无闻，闻法界。什么闻而无闻？我有听到，但是我心袂当产生一种对迄个物件，无互我什么一种叫做闻而无闻，闻法界。所以是安怎说？
所拢无讲出话，伊讲清清脆楚即是如来，郁郁黄黄为是般若，是安尼讲出话，清清脆对哦，我看到足清脆的水对哦，拢就是如来的化身哦。郁郁黄黄，我看到迄个地香花哦，我看迄地香花对的拢是啥物啊？拢是智慧哦。 伊拢要对我咧笑哦，我嘛对伊咧笑哦。迄叫做一心法界，迄叫做一心法界，一心法界。他没有问，什么叫法界？这个厉害，这个爱办。这个法界该是跟自然，咱想到这里面，这个法界叫做自然法界。所以咱想讲一句话来讲。 用财团后边啊，不，只要那个财团法，财团法你是自然人嘛，说跟自然做人做不到嘛，做人这样很自然嘛，异性没有恶性才能进入法界嘛，你进入到自然的法界，那叫异性法界。你看到，哦，那个方法，那种伊的智慧，你看清确实，拢是如来的什么呀？的思想。 所以那是为了讲我按照讲，伊讲牺牲总数广长舍，三舍无畏是净法身。起声哦，迄个最惨的声音哦，伊伫山顶咧困的时阵哦，迄个声音就是哪？迄个声音就参照如来的广长舍，什么叫如来广长舍？就如来的强大。三生无畏是净法身，一再背起了后，看山石，拢是啥物啊？拢是净法身哦，众生的法身哦，法身哦。那是为了讲，伊讲行的禅，坐的禅，以莫动静皆安然。这句话就来讲啊，叫做一心法界。就是讲你进入到你闻，你不闻，你闻而无闻到到那个境界。 你有闻就有分别，你有闻就有分别，分别呢，后面你找这样。见你有见就有分别，你有闻就有分别，你有得就有分别，你要受就有分别。迄种不是你真正的物件，不是叫做无上甚深微妙，都不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你把一心法界的这当中，你一定受，这个受持。 这受叫做领纳于心，领纳于心，领纳有心，持叫做意念不忘。意念不忘，修。 修领纳于心，你这里要把给你的修为，见闻得，你的视力有把给你的修为，你会明白，你会对立，你持就是保持嘛，意念不忘，你就是这视力你无叫过去，你保持你的主义的本性的内底当中。 你时时开悟的，这才能任何一三个行为了一乎是德，一乎是德，还相道，还相道，五福识得还用德，生来死地结的，你识得是什么？ 了解什么呀？还无相。你有了解无？你有了解有没有？你有识得无？其实咱识得什么呀？就点伊啦。你真的有识得吗？其实你迄个清净本体内底当中，对迄个自性了，你能够去顿悟，那是顿悟的实义。 顿悟迄个实义，但是咱虽然有得到了解、得到实得，
咱这个12内底当中，我们还没有力量了解那个事，因为咱讲，咱地位要起来，咱的地位，咱是了解什么呀？咱是了解迄个叫做表象，迄个叫做表象。有咱想到，点嘛是按点一点，有我知迄个，你知迄个，但是你永远在执着那个东西。你有把迄个物件发，你有把迄个物件啊转嚟地位，啊转嚟清净无？我们没有利用做过了。咱拢一直咧这面啊对立分别，所以伊才会讲啥？先以无量为宗，无量这个无量为它的宗旨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无量唔是讲叫你拢做爱注意。后边有解释吼，这个无量、将量、经量、结果量、量量不别无类量，但一时消灭永不放弃。这个量量啊哪？量量不是实实量，量量不是复杂量，量量就是清净量。所以呢，你量中，但是你无量白，你无叫量来白嘅。咱个想好歹，人修道内底当中，有阵时咱是在，咱这个心无通清净，咱的心无通安静，心物啊，因为咱的杂念太多，咱的杂，你要为了你清净，它不是有那种力量出来，因为咱的地位啦，绝对无出来，咱绝对无力量能力转识身体。你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所以你爱先给迄个讲，迄个念就是讲你伫念中，你无自念，安尼晓无？毋是离开一个念，要去找一个清净，毋是这道理。你迄个念中，你无明白，咱这个叫幻境，对不对？这个幻境，这个幻境，咱这个幻境本来就定啊，咱这个幻境就本来有念。好，有影，所以咱前几下谈讲，在定安那，而不两定，在念而不执念，因为你无念不唔对啊，你无念不唔对，要受到第三条迄个五伦讲记录，灵断一思想，断不掉的，我断些规拢系了了，迄个电啊吼，互你甲断掉安那。我来电哪边啊？是毋是迄个光嘞光嘛？你就是有思想，但是你的思想是啥？你的思想就是叫做正见，你这个你的思想叫做正思维嘛，你的思想叫做正思维嘛。正个内底当中叫正思，不是叫你，毋是叫你讲无思想的意思。所以一定要立这个正思想为宗。以无常为体，什么叫做无常？按说有常开始讲，你金刚经第17文，伊内底一句讲，师佛的，离一切诸相，性命处分。好，佛陀大师佛中，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诸相。诸相，什么叫做诸相？咱一定要了解。咱有一个叫做诸法，诸法、诸相，一切法、一切相，万法、万象，我相这个谁相？咱要看法，这里面看什么？诸法、诸相，诸就是讲一切的意思。诸法相嘛，含这种相像，含这种相像，用万法做一个假名，作者做一个，其实这三意思拢共一个意思。你唔通这三意思用这个年代咧甲分析这物件。离一切诸法相，证明除分。不离金刚经。第5文当讲出的，是我的，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。
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，含这有相无？含这有相无？是不是相？这个里面咱一定要先把它确定下来。咱唔能够理解到这个你分别这物件，后日咱讲出来有当时人看有，咱一定要有笑。所以其实拢同一个物件，所以咱讲离开一切自我上正命处分，咱伫华严经安怎讲？第法即离，第法即离。离法，离法即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法叫做犯法，什么叫做犯法？因为咱今日去离诸相的内底当中，咱嘛有离迄个离无相离相而不着相，叫做无相。离相。离相的内底啦，不着相，叫做哪？叫做无相，安尼晓啦吼。佛陀伫经论经的第5文后边有来讲，凡所有相，即是希望。但后边注意哦，若见什物件？若见诸相。若见诸相，后边呢？非相。其见如来。伊是安尼讲，即句是咧解说一般顶的人，若见诸相，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啊，直接如来。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这个叫三谛道学。三谛道学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你一定要看较清。三谛道学，诸相、欲见诸相，你看这个样，内底大悲，你看这个样，第一，你看这个样，提水。1、2、5杯出来，10杯出来，18杯出来，若见诸相，非相，不是嘉宾，不是第，这个缘起，这个缘起，这个叫性空。缘起性空，这个缘起无我，若见诸相，叫做缘起。非相，这个非相，无我就是你唔接，你唔接伊，嘉宾，你因为你要看到实相，你要看到真正，你是看到诸相的，唔不真的，你看到一切诸相，那能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而不真，妄而不实，这是希望啊。那不得来讲呢，非相。第什么？第一就是讲甲你用相，第二就是看你的相，破相，第三就是不见实相，理性没有破，你实相见不到。今天去我这来讲，我这来讲，总结了，我怎样呀？那个叫做缘影。迄个毋是我，迄个影毋是我，我叫做相，迄个光叫做观念法则，我叫做相法则，迄个影叫做文字法则，叫做缘影相。毋过呢，咱看到影，咱看到影就甲当作是我，咱看到影，因为你看到影，就甲你看到这个相了后，你看到这地了后，你就甲这是地，你为了讲。因为伊这个是水，伊的本质是水物件。咱今日电，好，所谓咱的所谓电话设备，所有用电的物件，迄原种，迄个一切，迄个主项。
回向，以这个诸相回向，以这个诸相回向，伊毋是如来，这如来马解就叫做点，这是如来实相的点。这个诸相若无这个点，这个一切的功夫若无这个点，我想有功用无？它绝对是没有功用的。毋过咱看到，咱今看到这，我爱电风会凉，我爱电火会光，我爱电脑会开会徛，我爱你拢看到这表象，你毋通伊会原来对，你毋通实相对。我比如这一个听无？啊，就是甲你讲，今仔日就是无相为体，这个无相，就是讲你缘起，诸相缘起，你无相，你不执着回相，你没有在着相，你在着相，你自己都看不掉，极限不能你都看不到。所以呢，你就是你要有无相，这个是跟该死跟无主。无主相，不得力金刚经，你第三文来讲，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寿者相，即为菩萨，即为菩萨。伊来讲对不对？是安怎不得力经讲迄句话？不得力金刚经伊第二分的内底当中的迄个迄个书包在咧问的，问问题，云何运作？云何相无其性？伊毋是任何问题嚟讲。云何应住？云何应住？云何相无其心？是毋是咧讲这两个？伊是这两句《金刚经》整个《金刚经》来讲这两个，他讲是这两段话。就云何应住？这是说不得问法的。或者安怎讲？后壁第三分叫做大圣正宗分怎么讲？伊安怎讲？伊用这段先来解说，伊用第二段，因这段是第一段，这段第二段，这段就是第三段咧解说，这段就是第四段妙相无数咧解说。但这段是安怎解说？伊是咧甲解说着，伊咧问安怎无疑心，你问我要甲你回答。伊讲：诸佛地，诸菩萨、摩萨，应如是行无疑心故。一切众生之类，欲愿心、欲害心、欲实心、欲化心、欲有色、欲无色、欲有相、欲无相、欲为有相为无相。我界明经无为了凡二灭道之，如是如量无所变众生，是无众生的味道。后边句话安怎？诸佛地。欲菩萨、我上人上、众生上、寿者上来讲来，啊，这是讲啥物件？你要达到行无疑心，欲愿心、欲害心、欲实心、欲化心，这叫做欲界众生；欲有色、欲无相、欲有相、欲无相，这是色界众生；欲为有相、为无相，这是无色界众生。咱今日，你要修大乘法的内底当中，你这三界众生，要度这三界众生。但是三界众生毋是好等咯。你若自利要度众生，啊，你会一定叫众生是来办法。你自利众生相，你住在这种众生相，众生要办得到。咱已经离道中已经30几年、40几年，咱拄着足济啊，为修到这么大道理，啊，为修到痛苦流涕，啊，为修到救世解脱。是毋是安怎？因为众生太难多，因为众生这句话你着拄条啊，因为众生在讲是无明啊，但是你要道理啊，你无道理袂成菩萨啊，但是你爱行无会调啊，行无会调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你行无会调，当中你要去度众生，咱是地下就是先去度众生，甚至一定爱。就叫咱呐，叫你度人，讲道理互听，甚至去到人遐，就互人甲咱付出，我向付出来出来。当时阮爸爸含地老师去找咧设备，向咱莲花沟
姓洪啊，但是伊个较早讲，听讲是同乡咧做一个课长咧做一个，我毋知啦。因太太咧做老师啦，安尼。阮爸爸含迄个做地方处吼，就那招我做伙去个，你做摆毋算这本书诶啦，我嘛做人才尔。咱无就咱你学几啊大人听，你去动，爱是一个老师咧，爱是一个因太老师咧，爱伫迄个你咱妈头同乡，咱是一个官阶级诶人。叫我讲无10分钟，伊就来讲。你莫讲，你若要讲这啥物出，这我无爱听。你若要讲这，你请伊出，我无爱听。我心若做，我无爱阴暗时啊，我无惊鬼来甲弄。迄个当然来洗面哦，迄无咧甲你讲，无咧甲你洗去哦。因太太伫迄个边仔，坐伫边仔家己衫家己歹势。因太太坐伫边仔。先生都因为政治集团，你从上这个课长，对人客，人咧讲我道理，讲你若讲这出，现在毋请人出，都毋管，迄阵咱规日拢闹尾呢，涂骹无空啊，有空就装咧，迄个感受，你那感受，你要多想有极限，你要。凡所有相，你袂使着相，你现在着相，你就所以这句话，我对你经文经，你第3品大乘正宗的解佛四无天门的缘何因，第4品妙用无助的解释。佛处四无地，菩萨无法，应无所住行布施。所以不自食布施，不自声香衣食来布施。四无地，菩萨不自上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数量。四无地，东方虚空可数量哦，不来世尊；南西北方数以上啊，虚空可数量不来世尊。若菩萨不自上，伊攻击亦福不可数量。但菩萨应如所讲，这句话就是讲，你今日若无自性，布施若无自相，你会出现了无？毋过呢，咱今日这个相，咱无同意这个相体。好，咱拢叫这个相人办，咱拢眼界为真，认假为真。咱先讲这个假，咱先讲凡所欲准备法，但是假，咱即若辛苦咧定吼，咱会去点诶。医生来讲吼，你会肝肾就哪位吼，爱得进一步检查吼，我发你会可以。你毋是讲凡所欲准备是假吗？假为真吗？你安听着安尼念，你会拢可以啊。尽管你放不下。你放不下，你按照眼界为真，你是放不下。你无真正识透伊的实相的物件，无自为本，什么叫无自为本？做这个做解说就是对。自性的内底当中，本来就有七条的物件，自性的物件叫做自如的物件。所以金刚经的第4品的内底当中，伊8大分是8句，四无地。菩萨应如